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31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民營房企，甚至包括混合制房企萬科目前的困境，大家都知道了。我看今天有媒體報道，第一財經說碧桂園連虧3年後再度盈利。3月30號，碧桂園發布2025年業績報告。顯示該公司在連虧3年之後，終於憑借債務重組實現賬面盈利。乍一聽還以為碧桂園活過來了，詐屍了是嗎？實際上不是，這些媒體就是瞎報道，起這麼個標題。你說碧桂園是不是盈利了？確實，它公布的財報是盈利，但是此盈利非彼盈利，盈利跟盈利不一樣，它這個純粹就是叫數字遊戲，兜裡比臉還乾淨，只不過是報表債務重組，最後一算，我盈利了。賬面盈利，但是錢是沒有多一分，該欠着的欠着，該不還的繼續不還，這就是所謂的盈利。房子沒有多賣一套，不要說碧桂園了，央企現在麻煩也來了。我們只能說看這些一些不祥之兆或者一些現象，通過這個現象，我們知道房企出問題了，麻煩已經來了。首先有媒體報道，保利發展四川預計裁員30%。根據最新報道，保利發展在四川公司正在進行一場規模空前的結構性裁員，裁員比例達到了30%，這可是央企一哥，對不對？日子也不好過，所以你不要以為在央企一哥在保利上班你就怎麼樣，實際上你看他有的公司恐怕還可以，但是你看四川這兒裁員30%，怎麼裁咱就不管了。總之，而且他可能還不光是四川一個地方裁，現在爆出來的媒體披露出來的是四川這邊整體優化30%，又有多少人在這個春天失去了自己的飯碗？如果說僅僅是保利的四川公司裁員，那是偶然現象，不能說明什麼。但是另外一家央企招商蛇口那裁的更多。招商蛇口作為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頭部央企，其員工數量的歷年變化不僅是公司自身發展的縮影，更是整個房地產行業周期波動的直接反應。從2016年到2025年，其員工規模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擴張到收縮的周期，深刻揭示行業從黃金時代邁入黑鐵時代的軌跡。從2022年峰值，2022年是招商蛇口一共是58037人，那個時候差不多恆大剛爆雷，都是咱們房地產的頂峰時期，那麼招商蛇口也不例外，它的員工數達到最高峰58000人。那2025年年底呢，只有49000人，在這3年裡，4年不到，累計減少員工8900人，減員比例高達15%，相當於過去的幾年時間裡，平均每天都有458人離開。這是媒體報道的，這可是央企招商蛇口。剛才那保利發展，如果他日子好過，他為什麼要裁員？要優化，而且優化力度還不小，還在優化之中。所以說，這些央企開發商不管怎麼說，都是遭遇了一個是業績壓力，因為房價在跌，你房子只要賣不出去，在自己手上的資產在縮水，你開發房地產賺的那點3瓜2棗的，抵不上自己手上這個東西在縮水，縮得快，所以業績壓力迫使他們要裁員。第二個，現金流壓力。這房子賣不掉，你就縮水，它賣不掉，不能變成現金，它就沒法給大家發工資，給供應商、給承建商付款。所以說，它一方面是現金流壓力，一方面業績壓力，两個壓力，不得不裁員。這可是央企一哥的央企頭部。另外還有什麼華潤這些，咱就不說了，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今天我在網上看到很多報道，實際上受房地產低迷的影響最嚴重的，實際上是建築企業還有設計院。這個設計院簡直是哀嚎聲一片。今天晚上一篇自媒體文章叫《設計院破產潮來了》。據媒體統計，2026年1到3月，全國範圍內註銷工商吊銷設計資質或是被法院裁定破產清算重整的中小型設計院，它這個中小型設計院它是員工不足100人的這種，也就是說已經破產了或者結業了。僅僅今年這頭3個月就已經有200家，在這200家阵亡名單中，法院正式裁定破產的只有18家，剩下的180多家，要麼是主動註銷跑路，
要麼是被住建部門吊销资質，連在 ICU 病房掙扎一下的資格都沒有，悄無声息。那這種設計院如果欠員工的工資，那也沒办法了，就是变成民事糾紛，因為設計院都沒了，關門了，对不对？你找誰要錢去？没有，設計院沒有資產，那欠了就欠了。200家設計院集體陣亡，你說這個行業多慘吧？說明設計院的破產潮已經來臨。這可是2026年第1個季度。文章說，他說這些密密麻麻的設計院名單，絕大多數的狀態都是主動注銷。為什麼不硬挺着？因為這些名字裡帶着各地地名的所謂某某規劃設計、某某某工程設計，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大院在各地瘋狂開設的分公司或掛靠機構。在過去那些年，這種分院模式是怎麼運作的？總院出個甲級資質的牌子，地方上的包工頭或者有點人脈的小老板拉起一支幾十人的畫圖隊伍，每年給總院上交高昂的管理費，然後就在当地瘋狂揽活。現在為什麼集中主動注銷？真相非常殘酷且簡單，就是沒活幹。甲方爸爸家裡沒有餘糧，這些分院連租寫字樓、交水電費的錢都湊不齊，更別提每年還要給總院上供那幾十上百萬的管理費。當掛靠的成本遠遠大於接活的營收時，注銷跑路就成了這些分院老板唯一且最划算的止損方式。這不僅是分院的悲哀，更是總院賣牌子吸血模式的末日。前些年，那些名聲顯赫的大設計院頂着國企甲級的光環，在全國乃至縣城瘋狂跑馬圈地，開分院搶佔市場。而這種模式的崩塌，標誌着一個畸形時代的終結。大院領導們曾經沾沾自喜，以為靠着無限授權、無限開分院就能躺着收份子錢，實現資本的無限擴張。但他們忘了，設計的核心本來應該是技術壁壘和作品質量，而不是那個紅彤彤的注冊章。當大院的招牌被下放到無數個草台班子手裡時，他們的信譽已經透支殆盡。現在潮水退去，裸泳的不僅是那些接不到活的分院，還有那些被分院爛尾項目、違規操作反噬，甚至連累總部被吊銷資質的大院。其實这種瘋狂開分院的模式，正是中國設計行業大內卷時代的一個最生動的縮影。很多人還在懷念所謂的大基建時代紅利，但事實上，大基建帶給底層從業者的紅利僅僅維持在極度古早的時期，也就是誰在第一口螃蟹的時候還賺點錢，後面就不行了。而自打這種無限繁殖分院、全民皆可掛靠的模式啟動之後，設計行業的紅利就被徹底稀釋了，取而代之的是慘絕人寰的大內卷。既然內卷，那就低價中標嘛，都看誰出的錢低。既然出的錢低，那意味着沒有時間去推敲細節，沒有成本去保障質量，最終產出的全都是工業垃圾，就像是一種劇毒的慢性藥，一點點掏空這個行業的尊嚴和價值，以至於到今天，甲方徹底沒錢了，乙方連底線也沒了，破產潮的來臨，不過是這顆醞釀了20年的毒瘤終於迎來了它的總爆發。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也沒有一個畫圖匠能全身而退。你看看多慘吧！原本以為2026年工程行業能稍微緩口氣，畢竟是1055開局之年，大家都盼着基建回暖，項目增多，可現實卻給了所有人一記狠狠的耳光。2023年3月還沒有徹底走完，全國已有200家設計院悄無聲息地倒下了。沒有轟轟烈烈的官宣，沒有鋪天蓋地的新聞，很多設計院就是一夜之間關門大吉。全國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設計院加起來有3萬多家，這個數字放在前10年是行業繁榮的象徵，可放在如今卻成了惡性競爭、內卷致死的根源。行業的蛋糕就這麼大，而且還在不斷的縮水。地產行業深度調整，傳統新建項目銳減，地方財政壓力居高不下，原本飽滿的項目池
慢慢缩成了一小碗粥。头部央企大院，省属甲级院，靠着资质、资源和人脉，拿走了超过60%的市场份額，剩下的残羹冷炙就留给了数万家中小设计院搶破頭。行業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勘察設計行業流失了23.8萬從業人員。你說23.8萬人從這個勘察設計行業不知道去哪兒了，不知道有沒有送外賣、開網約車的。行業平均利潤率直接從巔峰期的15%到20%，跌到了如今的5%到8%。很多中小設計院的利潤甚至不足3%，稍微遇到一點回款延遲，就會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2026年200家設計院的倒下，只是去年行業出清的延續，而且這場出清還遠遠沒有結束。沒有甲級資質，就等於沒有參與大型項目的入場券；沒有穩定資源，就只能在低端市場裡廝殺；沒有核心競爭力，就只能被市場隨意淘汰。可以說，設計行業也是哀嚎聲一片。前一陣子是建築行業，央企那些建築企業，什麼鐵、中建、幾局，直接就西崗是吧？直接就發最低工資回家待崗。這設計院你看看也沒扛住，也就是樓市低迷。2021年恆大暴雷以後，這個衝擊波還在擴散，它並沒有結束，現在還在出清的過程中。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喊什麼小陽春，什麼樓市回暖，樓市要反彈要漲了。這想多了，對不對？這個負面的影響有的地方還正在擴散，就連這個房地產上下游建築行業，房地產本身都還沒有出清，也就是還沒有大量的破產清算，這就馬上就好了，從 ICU 就能出來了，是吧？直接去 KTV 了嗎？但是我也想起了網上有切片，是吧？这個就是詹雪峰應該在幾年前推薦大家去考什麼設計行業、建築，是吧？你看看，這個我可以負責任的說，在中國啊，任何一個行業在吃香也就那10來年，你趕上了沒趕上？你趕上前面還行，趕上後面的失落。任何行業就是頂多10幾年，有的行業可以長一點，行業還有個20年，但是你只能幹10年，因為你幹10年你就35了，35你就這行業不需要你了。你比如說碼農，2000年開始慢慢的就起來了，那時候沒有專門的計算機專業，很少。都是什麼數學系的，什麼各種亂七八糟系的改行，也年紀大一點應該知道，2000幾年的時候，他都跑去什麼哪個什麼輔導班過過水是吧？培訓一下，就轉行成碼農了，去搞計算機，搞開發。所以碼農這個行業，你看到現在20多年也不行了，20多年，現在要被 AI 取代是吧？沒毛病吧？這現在天天宣傳的不就是 AI 第一個要幹掉的就是碼農嗎？所以說碼農這個行業也好歹有20多年。碼農這總體上工資還是比較高的，平均薪水啊，那肯定是比傳統行業高得多。所以說，你這20年裡面幹碼農的多多少少是吧？那是沾了這個時代的紅利。但問題是什麼？問題是你也只能幹10年，對不對？你20多歲幹到35，你就幹不動了，你能幹動公司也不要你了。很少有寫代碼寫到40歲的，少，你不能說沒有，非常少。如果你前2年寫代碼的才學，畢業了寫代碼，你現在真是惴惴不安是吧？還没到35就被 AI 給幹掉了。所以說在中國這行業的專業哪有什麼長盛不衰的？土木工程也一樣，建築設計在2000幾年的時候，土木也很吃香。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土木很吃香，確實。但是你說你到了2020年、2021年，你那個時候學土木你就完了，大學一畢業就趕上暴雷，就趕上什麼？這行業在出清，現在你就趕上這個，你看200家設計院關門，央企建築行業都在關門，都在放假，風口沒趕上，風停的時候你趕上了。所以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這個專業這東西，你很難說你填個什麼專業，未來就能怎麼樣。所以從這個央企開發商在裁員，設計公司破產倒閉，現在倒閉潮來了，一個說明咱們現在牛馬日子越來越難，越来越難過。第二個說明這房地產這行業遠遠沒到什麼所謂的觸底反彈，還早着，還沒有出清。什麼叫出清？該買單的還沒買單，有些人應該買單，他是拒絕買單，他不想買單。剛才說了碧桂園為什麼報標盈利，某種程度上就有人買單了，誰買的單？就是債權人，這是債務重組的好的債不要了，那碧桂園它就盈利了啊，就這麼簡單。你總得有人買單，
但是債務重組是協商的，这不雙方協商，但這個是不行的，協商以後會反悔，最好就是法院判決破產重整、破產清算，這樣大家輕裝上陣。很多包工頭、很多建築公司啊，小老闆，他賬面上他那個身價幾千萬的，可錢不少。包工頭跟房地產公司後面混的，房企欠他1個億，他欠職工、欠下面供應商、欠銀行6000萬。你看賬面一看，他還4000萬，他是有錢人，妥妥的。你說這樣的老闆，他能對吧？他總認為自己有錢人，但是他兜比臉還乾淨，就沒現金。他跟恆大要錢要不來，恆大說要不賠你一套房，現在連房子都沒了，跟萬科要也要不來。但是下面的員工跟他要錢，供應商跟他要錢，对不對？銀行跟他要貸款，那你說這麼拖着有什麼用呢？拖了4年了，他下面的供应商又欠別人錢，他下面的員工也需要錢來過日子，但是就這麼拖着。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破產清算，該買單買單，完了之後，你老闆你要有錢就接着花，沒錢就送外賣，開網約車，要麼就想着東山再起。所以今天是31號，我看了一下，這個小陽春喊的最猛的就是上海。但問題是上海今年3月份應該是31000套，比去年要多那麼1000多套，這個說明不了啥問題，而且就是上海一枝獨秀。上周六和周日2天，上海二手房晚簽超過3000套，一些年前賣不掉的房子也賣掉了，一些高價的房子也有成交，這一切預示着上海的二手房比較火熱。但是如此火熱的上海樓市，不出意外就要發生了，那就是本周末就要開始降溫。當然那個時候中介媒體他一定說是清明節導致的，大家都要去上墳，沒時間買房，所以導致這個周末成交量退燒降溫。實際上是隨着上海小學報名截止日期的臨近，為了孩子上學買房的客戶基本上都趕在3月份都搞定了。買完之後你要過戶，過戶完了之后你把戶口要遷過來，這都需要時間呢。那你基本上這一切搞定就是4月份，但是這個就要求你房子最好是在3月份就搞定，3月底你把搞定之後你還遷戶口嘛？你首先房子過戶，房產證要幾天，房產證下來之後你遷戶口，這樣你在4月底之前就搞定了。那5月份差不多小孩上学報名，先採集這個名單，所以這都有講的。那麼二手房交易的就所謂的小陽春這個高潮必然是在3月份，到了4月份就直線下降，因為很少有人在4月份再去買房，那有點趕了。4月份買學區房就有點趕了，萬一哪兒耽誤一下，你這房子買了還用不了，孩子上不了學，那麼你找誰去？所以這就是上海樓市周末掀起一個高潮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剛需剛的不能再剛。現在上海的這個成交量相比前一周有所下降，接下來晚簽量也會跟着慢慢下降。為什麼？你對比上海去年的二手房成交就知道了。我別說去年，大前年都一樣，就是3月份二手房晚簽量是29345套，將近3萬套。那到了4月份，2025年4月份，二手房晚簽就直接咔嚓掉到23000套，就少了6000套，下降将近20%多，這就是規律，沒有辦法。比如說會不會說今年3月份破了3萬套，那會不會4月份一飛沖天？這個是不可能的，沒有這個可能性。就像2025年一樣，4月份就掉頭向下。所以說今年小陽春它會更短，除了上海之外，上海的爆發力比較強一點，其他地方都早就偃旗息鼓了，都沒有人說了，都不聊小陽春的事了，已經它的趨勢已經出來了，3月的後半段已經掉下來了，只有上海相對堅挺，但是上海也挺不過4月。我們再看看中指研究院，他昨天公布了叫2026年1季度中國房地產市場總結與趨勢展望，它這個非常長，咱們只看重點。他說房價趨勢1季度百城二手住宅價格環比跌幅較去年下半年明顯收窄，核心城市賣方預期在經歷價格急跌後有所趨穩。3月北京、上海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實現增長，反映出需求正逐步入市，但買方仍以理性觀望、擇機出手為主，整體態度較為謹慎，也就不是什麼那麼像媒體宣傳的那麼火熱去搶房。從租售比來看，根據中指數据，2月重點50城平均租金房價比
已升至 2.26%， 而當前居民購房綜合資金成本大約在 2.4 到 2.7%， 部分城市租金回報率接近這一水平，房價支撐性有所改善。需要指出的是，合理的租金回報率僅是房價止跌的必要條件，也就是不是充分條件。真正實現止跌回穩，仍需收入預期改善與房價預期的實質性修復共同支撐。預計全年二手房價格跌幅有望收窄。從新房價格來看，在核心城市改善樓盤入市帶動下，新房均價有望保持穩定，但產品力優勢不明顯的存量項目將進一步承壓，以價換量仍是實現去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降價，你不降價就賣不掉。這是中指研究院它的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報告，裡面我們只說它結論部分。一季度房地產市场繼續呈現明顯的分化特徵，春節後在需求釋放帶動下，核心城市樓市出現一定的修復，二手房成交持續好於新房。也就是說，現在所有的小陽春回暖都是二手房，新房還是很慘淡。新房慘淡就預示着這個房企繼續走向暴雷，就這麼簡單，誰擋都擋不住。所以你看萬科是越救越慘，是吧？你房子賣不掉，就這麼簡單。如果房子能賣掉，它再救一救，說不定它也能穩住，或者能延長一下。现在是没办法，延长不了，就是因为它新房卖不动。百城二手住宅價格環比跌幅收窄，二手房賣方預期有所趨穩，同時核心城市優質地塊仍能拍出較高溢價，但整體市場處於築底階段。這就是中指研究院對這個一季度樓市的一個總結。我們再看上海，不是有一陣子應該2個月前說要搞什麼政府收購二手房嗎？徐匯區還有什麼浦東區嘛？這個2個月過去了，終於收了一套房。今天看新聞報道，上海首例國企收購二手房落地。3月31日下午，上海首例住房收購置換案例在靜安落地，由公租房企業收購業主二手房後，業主也同步完成了區內一手房源的購置。這是繼今年2月上海官方宣布收購二手住房入於保障性租賃住房項目後，首個成功落地的案例。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悲傷。這麼大一上海，這將近2個月過去了，這收了第一套房，但是媒體把這一頓狂吹，是不是？這一套房還不是白收的，是你把你的二手房買了之後，你拿着錢要去买本區內指定的新房，那幾個小區你都挑一套。完了就是什麼意思？業主你把舊房子扔出去，你自己再搭點錢去換個新房子，就這個意思。你還搭點，完了你還還按揭貸款，因為你那個舊房子也就300萬，它必須要400萬以內的。你那本區內的新房子多少錢？那怎麼着1000多萬吧？你靜安區的新房能便宜嗎？所以說你二手房頂多也就是一個首付，完了之後你就背上高額的貸款。這就是為什麼你說你說誰願意這麼幹？壓力多大呀？把自己的一套房交給政府，這個300萬正好你買新房你的首付差不多。完了之後你帶着700萬，一個月還5萬，你說你壓力大不大？估計這就是為什麼搞了2個月了才第一套落地，才收購一套。這一套還不知道是具體情況，是不是一套是也有可能是托，有沒有可能劇本，對不對？這保不齊。再說了，你說上海楼市小陽春，對不對？你這靜安區的二手房也不是賣不掉，現在它多的是一天1500套，業主應該這個時候把它賣的多好，賣的拿着錢，你想哪兒買去哪兒買，為啥要賣給政府？從政府指定的地方買新房，所以這個不太好理解。除非政府給他錢高，給他價錢，比如說你是300萬，賣給政府是340萬，你就願意賣給政府。那政府為什麼多出40万套買那房子？最後我們再看一看，這又是一個哥們因為買了一套房，這悲慘的故事啊。房價狂跌120萬，努力工作成了笑話。說張哥是鄭州人，1992年出生，在北京做了快10年互聯網，北漂。前幾年他運氣不錯，進了一家大廠，月薪從1萬漲到了3萬，加上每年年終獎，攢下來也有200多萬存款，這可以10年勒緊褲腰帶，攢了200萬存款呢。但他是個戀家的人，2021年他辭了北京的工作，回到鄭州。公司在鄭州鄭東新區，他就在附近買了套140平的40，總價300萬。
加上爸媽的支持，幾乎全款付清。後來裝修又花了10幾萬，23年結婚又花了些，幾年攢下的錢基本清零。他曾說過，這張哥說，我活着好像就是為了這套房，別的什麼都沒剩下。買房的快樂僅持續了1年多。鄭州的房價從2023年開始一路往下走。根據機構統計，鄭州二手房均價從2021年的13381元跌到了2026年的2月的8474元，跌幅超过36%。张哥那個小區同戶型現在的掛牌價普遍在180萬左右，這還是掛着的價格，真想成交可能還得再降點。算下來，光房價就直接虧了120萬，加上裝修、結婚的花銷，這些年攢下的錢幾乎全部蒸發。張哥有時會算賬，說如果當初沒回鄭州，沒買這套房，存款就算沒到400萬，300多萬肯定也是有的。現在房子縮水，存款清零，這都不重要。其實這個不重要，因為他畢竟沒有負債，是吧？他是全款買的，那就是賬面損失，你可以閉着眼不管。噩耗接踵而至，今年公司也開始不行了。回來的這幾年，互聯網行業變化太快。AI 起來之後，很多高薪崗位在減少。張哥說，他們公司從去年開始就在裁員降薪，他今年年薪也少了快20%。現在這套房子賣也不是，留也不是，賣虧太多，下不去手，不賣吧，每天看着房價新聞，心裡堵得慌。那些年熬的夜、加的班、錯過的家人團聚，現在看來全成了笑話。努力工作有什麼用？拼死拼活攢下的錢，幾年時間就蒸發掉了。但是我覺得张哥還算是可以的，不算悲劇。他只是賬面損失啊，那房子還是他的，永遠是他的，装修也是他的，媳婦不還是他的嗎？只是賬面損失，哪怕就变成100萬，那房子還是他的。即便失業，他也不用擔心，那房子没有貸款，失業了，那隨便找個工作糊口，所以他沒有槓桿。其實他不算最慘，慘的是加了槓桿的，那房子沒了，对不對？雞飛蛋打，錢沒了，還欠銀行錢，再工作沒了，那基本上就徹底完蛋，那才就是笑話。這張哥這種還不算笑話，因為他是全款買的，無非就是高興不起來，快樂不起来。所以說來说去，這個小陽春結束了。如果想賣房的，在3月份沒賣，沒有抓住機會，那麼接下來你就難受了，這就不太好賣了。想買房的你就可以慢慢看，越往後恐怕越便宜。你想買房的，你完全沒有必要跟那個買學區房的擠在一起，何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